各位鄰里街坊，快啲埋嚟睇下，聽下我講。原來嗰啲日日喺我哋眼皮底下行行企企，睇落斯斯文文，開口埋口關心長輩嘅貼心人，竟然就係想將我哋香港公屋老人家逼上絕路嘅吸血鬼。大家真係要打起12分精神。今日我講嘅每一句說話，都關乎到每一個家庭嘅錢袋子，特別係屋企有老人家嘅。就算你唔係住公屋，都請你靜落嚟聽清楚，千萬唔好等屋企老人俾人呃到傾家蕩產，坐喺門口喊到撕心裂肺嗰陣，先至嚟後悔當初點解唔留多個心眼。最近呢段時間，我算係徹底睇穿咗呢班騙徒嘅惡毒心腸。佢哋專門揀我哋全港各區嘅公屋落手，玩嘅唔係咩高科技，主打就係演技。大家知唔知就喺我哋身邊有啲阿婆辛苦咗一世，慳吃慳飲儲落嚟嘅養老錢，幾個騙徒幾句詩，有甜幾個心菜，以提日啲凍，以甜咁有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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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幾個醫晒，經過騙徒，幾個騙徒，幾個騙徒，大家幾個重危言以提，一日之內就俾人呃得乾乾淨淨。嗰位老人家坐喺家門口，喊到聲都沙晒，嗰種絕望真係令人心酸。佢原本想攞住儲落嘅錢買份禮物俾孫仔，點知好衰唔衰？騙徒唔單止搶走佢啲存款，甚至差點誘騙佢連醫保卡都抵押埋出去。呢種事發生喺邊個屋企唔心寒？邊個人聽咗唔憤怒？為了摸清呢啲人嘅套路，我和警方一啲朋友深聊過，又喺區議員打聽咗唔少消息。呢批騙徒嘅手法比狐狸仲要狡猾，佢哋潛伏喺社區入面，對大家嘅作息摸得清清楚楚。佢哋知道後生仔日頭都要返工，屋企只剩返老人，獨守空房，於是就趁呢個空檔混入大廈。有啲扮送外賣，有啲扮盲錯門，更有甚者直接恬不知恥咁跟住住戶後面線入嚟。佢哋喺尋找獵物時非常挑剔，專門盯住兩種路人落手。一種係嗰種睇落面前人哋話咩都點頭稱是嘅，另一種係完全唔識用智能電話，甚至連咩係驗證碼都搞唔清楚嘅。喺騙徒眼入面，呢兩類老人家就係待宰嘅肥羊，長輩們防範意識弱，遇到事又唔敢大聲呼救，幾句花言巧語就能夠俾人玩到陀陀轉。今日我就喺呢度當一次防騙門神，將最近最猖狂嘅5種騙局拆解得明明白白，等呢班騙徒無所遁形。第一種最常見嘅就係扮專業人士上門，講白咗就係靠嗰身皮嚟唬人。呢班騙徒膽大包天，條頸掛個交工牌，就咁自稱係水務署嘅，或者係電力公司嘅，仲有啲仲離譜。打住專業嘅旗號，話自己係消防部門派嚟做免費安全檢查嘅。佢哋手上攞住一張印到歪歪斜斜嘅所謂檢查通知書，拍住心口話唔收1分錢，完全係為街坊辦實事。我哋老人家心思純真，最容易相信嗰啲睇落着得整齊、講嘢客氣嘅人。一睇人哋着住工衫，就覺得呢個肯定係替政府辦事嘅，點會有壞心腸呢？於是二話不說就開門俾人入嚟。但大家知唔知呢道門一旦打開，就等於引狼入室。騙徒入咗屋就開始做戲，佢哋會喺廁所、廚房亂轉，一雙手喺管線上面摸嚟摸去，登時整出啲聲響，然後突然皺埋眉頭，表情變得非常誇張，大聲嗌：哎呀，阿婆，你家呢條水喉老化得太犀利啦！如果今日唔換，聽日保證漏水浸咗樓下，到時賠償金你根本賠唔起啊！如果係查電線嘅，就會話：阿伯，你呢啲電線已經發黑啦，隨時可能短路起火，到時成間屋燒埋一齊，幾危險嘅。佢哋越講越嚇人，講到老人家心入面發慌，手腳都唔知放邊好，以為真係要出大事啦。呢個時候，騙徒就開始唱紅臉，扮好心，壓低聲話：阿婆，你唔好急喎，我哋車入面啱啱有備用嘅高級零件，而家就可以幫你整翻好喎。
手工費唔貴就幾百蚊，零件稍為貴啲就幾千蚊，整完你就安穩啦，再都唔使擔驚受怕。老人家心入面諗嘅全係花錢買個平安，稀里糊塗就將錢交咗。有啲長輩甚至仲覺得人哋幫咗大忙，臨走仲要道謝。可以等嗰幫人走咗，明眼人一睇，嗰啲所謂原廠高級零件，全係地攤幾蚊雞就買到嘅爛貨。佢哋安裝嗰陣亦係敷衍了事，甚至根本就冇換過。我親眼見過一位阿婆俾人呃咗3000幾蚊，買嗰條防漏水喉，用咗2日就斷咗，水浸咗半間屋。阿婆急到直拍大腿，鬧自己老糊塗，可後悔有咩用？騙徒晨早攞錢走得無影無蹤啦。第二種騙局仲陰毒，佢哋專門利用老人家對福利政策嘅關注。呢種騙局喺元朗、天水圍呢啲舊公屋區特別多，騙徒簡直將嗰度當成提款機。佢哋自稱係社會福利署嘅職員，或者係房署嘅工作人員，仲有啲自稱係慈善機構嘅義工。開口埋口就係阿伯長阿婆短，語氣親切到不得了。佢哋一上嚟就俾老人家畫大餅，阿婆你行大運啦！政府最近出咗個新補貼政策，只要你夠60歲，無退休，每個月就能夠多領幾千蚊，甚至上萬蚊嘅津貼，領得好幾年，夠你買好多好嘢食。阿伯，我哋機構專門幫助獨居老人，只要你喺呢度登記一下，以後每月嘅米麵油全免，仲領到一筆慰問金，唔使花你1分錢。老人家操勞一世，慳吃慳用，聽到能多啲保障，防備心瞬間就放低晒。呢個時候，騙徒就開始要資料啦。佢哋要求睇身份證同銀行卡，話補貼要直接打入賬戶入面。老人家邊度知入面嘅貓膩，乖乖就將證件攞咗出嚟。更惡毒嘅係，騙徒會藉口話要幫你喺手機上面綁定賬戶，叫老人家將手機俾佢哋操作。老人家唔識智能電話，以為人哋係好心幫手，就放心將手機交出去。就喺嗰短短幾分鐘入面，騙徒利用身份證號、銀行卡號配合手機收到嘅驗證碼，將銀行賬戶入面嘅錢全部轉走。有啲騙徒更過分，仲會專登問長輩嗰個驗證碼數字係幾多呀？老人家以為係正常登記，隨口就話咗俾佢哋聽，呢個等於親手將屋企嘅保險櫃鎖匙交咗俾強盜。最後老人家1分錢補貼都見唔到，連棺材本都俾人呃到清光，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。我真係好想問下呢班騙徒，你哋屋企難道冇老人咩？呢種黑心錢你哋吞落去，夜晚瞓得着咩？第三種騙局雖然老掉牙，但因為騙徒演技好，仲係屢屢得逞，就係冒充親友急用錢。呢招雖然用咗好多年，但而家騙徒改咗上門面談，迷惑性仲高。老人家聽到急促嘅敲門聲，開門一睇，對方一臉焦慮，氣喘籲籲，自稱係仔或者係孫嘅同事，一開口就話：阿公，大事唔好啦，你家仔喺出面惹咗禍，俾人捉咗，要交幾萬蚊保證金先至放人。或者係話你個仔出車禍啦，而家躺喺醫院急症室，急需手術費，醫院話唔交錢就唔俾動手術。大家諗下，老人家最心疼嘅就係後輩，一聽到細路出事，個心一下子提到喉嚨口，腦入面瞬間一片空白，邊度仲顧得上分辨真假？騙徒越講越急，仲會攞出一張偽造嘅醫院繳費單或者律師信，等長輩深信不疑。更有甚者，佢哋會假裝連線仔女打個電話，將聲整到嘈雜不堪，入面嘅人大嗌：救命呀！我好驚呀！老人家聽到呢把聲，心都碎晒，根本諗唔起要先俾仔女親口打個電話確認。呢個時候，騙徒就催促話：我已經幫佢墊付咗幾千蚊，剩返嘅你快啲攞出嚟，我要即刻趕返去救人。老人家急到翻箱倒櫃，將屋企所有嘅現金都攞晒出嚟，有啲甚至跟住騙徒去銀行櫃台攞錢，連密碼都話埋俾人聽。等到騙徒攞錢走咗，老人家冷靜落嚟，俾仔女打個電話，
先至發現仔女好地地喺度返緊工，根本冇出事，嗰種恍然大悟後嘅凄涼，嗰種俾最親嘅人嘅名傷害後嘅痛心，真係無法形容。我見過一位阿公俾人呃咗5000幾蚊，嗰係佢儲咗好幾年嘅養老錢，原本想留俾仔女成家用嘅，結果俾人呃到精光。阿公當場氣到暈咗過去，醒咗之後一直喊，話自己對唔住仔女，呢種無助和自責睇到人心都碎。所以我必須提醒大家，無論邊個上門話仔女出事要用錢，第一反應必須係打電話俾仔女本人核實，千萬唔好慌，一慌就容易俾人呃。第四種騙局針對嘅係老人家嘅身體健康，騙徒推銷嗰啲三無神藥，簡直係喺謀財害命。人上咗年紀，難免會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腰腿痛呢啲老毛病，老人家都渴望健康，唔想俾仔女添麻煩。騙徒就係捉住咗呢種心理，佢哋上門推銷所謂嘅內地特供神藥，話能醫百病。呢班騙徒嘅嘴比抹咗蜜仲甜，將死人都講得生反，將三無產品吹成仙丹。佢哋話糖尿病食一個療程就好，再都唔使打針食藥。呢種藥唔單止能醫腰痛，仲能預防癌症。佢哋仲會攞出假嘅康復案例俾老人家睇感謝信，甚至當場等老人家試食，話食完即刻見效。更可惡嘅係，佢哋會搞限時優惠，話今日就剩返呢一批貨啦，買一送一，錯過今日再等一年。老人家俾人講動咗心，覺得只要能醫好病，花幾多錢都值得，於是毫不猶豫就買咗幾千蚊甚至上萬蚊。但係大家知唔知呢啲所謂嘅藥根本冇生產批號，就係一啲澱粉同糖混合成嘅，成本先幾蚊雞。更可怕嘅係有啲藥入面滲咗不明成分，長輩食咗之後唔單止病冇好，反而加重病情，甚至食出人命。我見過一位阿婆食咗騙徒嘅降糖藥，血糖反而越食越高，最後引發併發症，命都冇埋。呢班騙徒真係喪盡天良，呢種錢都賺得落手。第五種係最近先至出嚟嘅，仲令人防不勝防，就係假維修上門，坐地起價。騙徒自稱係專業家政公司，上門清洗抽油煙機或者冷氣，開出嘅價錢低到離譜，洗油煙機只要50蚊，洗冷氣只要30蚊，全程無額外收費。老人家一睇咁平，屋企確實亦該洗啦，就開門放佢哋入嚟。但等騙徒拆到一半就開始反悔，一陣話你家部機油垢太重，需要用特種清潔劑，要加錢；一陣話你家冷氣塞住咗，需要疏通費800蚊。原本傾好嘅幾十蚊，計到最後變成幾千蚊。如果老人家唔肯俾錢，騙徒就開始耍流氓，大聲恐嚇，話唔俾錢就唔走，天天嚟你家鬧。等左鄰右舍都睇笑話，老人家膽子細，怕麻煩又怕醜，只能自認倒霉，乖乖俾錢。有一位阿婆原本只想花50蚊，結果俾人勒索咗2000幾。事後阿婆氣到好幾日瞓唔着覺，但又唔敢同仔女講，只能自己默默承受嗰份委屈。講完呢5種騙局，我想同大家講句心底話：點解呢啲騙徒能夠一再得逞？唔係騙徒太聰明，而係我哋留低咗太多漏洞。首先係孤獨，我哋後生仔每日忙住賺錢養家，好少有時間返屋企陪下老人家。老人家心入面孤獨，平時無人傾偈，只要有人願意坐落嚟陪佢哋講幾句，佢哋就很容易放低戒備，覺得呢個人唔錯。騙徒就係睇準咗呢份孤獨，趁虛而入。其次係信任感，老人家對制服同工牌有天生嘅信任，總覺得嗰係公家派嚟嘅，唔會呃人。殊不知而家嘅騙徒扮到比真嘅仲要真，再加上好多長輩唔識用智能電話，唔明咩係驗證碼，騙徒稍為糊弄幾句，個人資料就全泄露晒，
最令我擔心嘅係，好多老人家俾人呃咗之後，怕俾仔女責怪老糊塗，怕俾仔女添麻煩，或者係覺得丟架，索性將委屈收喺肚入面，唔對任何人講。呢個就俾咗騙徒更囂張嘅底氣，等佢哋喺同一個屋村入面呃完一間又一間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大聲將最實用嘅防騙方法話俾各位長輩聽，亦請各位後生仔返到屋企後一字一句讀俾屋企老人聽，等佢哋記喺心入面。只要記住呢幾點，騙徒就無計可施。第一點，陌生人敲門，無論對方係邊個，無論講到幾咁緊急，絕對唔好開門。就算對方住得整齊，就算佢話你家漏水要浸咗樓下，你都隔住門話佢聽，叫佢去樓下嘅物業管理處。你唔識佢，絕對唔開門。記住，大門就係我哋嘅防線，只要門唔開，騙徒就入唔到身。第二點，凡係上門要錢嘅，無論係話補繳費用，定係話仔女出事要救命錢，全部都係假嘅。香港嘅政府部門從來唔會上門收取現金，更唔會逼住你當場交錢。真正嘅親友有時只會打電話，唔會派陌生人上門催債。只要有人提錢，直接拒絕，唔好同佢廢話，盡快打發佢走。第三點，最重要嘅，你嘅身份證號碼、銀行卡密碼、手機驗證碼，呢三樣嘢死都唔可以話俾陌生人聽，更唔可以將手機交俾人哋操作。驗證碼就係錢袋子嘅鎖匙，邊個要都唔可以俾，一旦俾咗，錢就會瞬間蒸發，對斗唔返。第四點，遇到急事唔好慌，要定住心神。無論騙徒講到幾咁恐怖，第一時間俾仔女或者親戚打個電話核實。如果聯絡唔到屋企人，直接打999報警，警察會幫你核實情況。唔好相信陌生人嘅話，更唔好跟住陌生人去攞錢。第五點，鄰里之間要互相照應。平時喺走廊、電梯見到奇奇怪怪嘅人喺度敲門或者糾纏老人家，多留個心眼，多問一句。如果覺得唔對路，立刻通知保安。可能就係你多問嘅呢一句話，就保住咗一個家庭嘅血汗錢。呢種善事一定要做。各位街坊，屋企嘅老人家辛苦咗一世，儲點養老錢唔容易，講係佢哋晚年生活嘅保障。作為仔女，我哋唔可以只顧住賺錢，仲要多關心長輩，多返屋企陪佢哋傾下偈，講下出面嘅騙術，話佢哋聽邊啲人唔信得，邊啲事唔做得。唔好總係話太忙，再忙都比唔上老人家的安全重要。騙徒手法層出不窮，就算平時精明嘅老人家，亦有可能中招。我哋多一句提醒，老人家就多一份安全。今日我將呢啲真相全部揭露出來，就係希望大家能夠將呢啲話轉達俾身邊嘅長輩，多一個人知道，就少一個家庭流淚。呢班騙徒專門蝦老人家，呃嘅係血汗錢，傷嘅係人心，佢哋終究會受到法律嘅制裁。我哋大家齊心協力，互相提醒，將呢班騙徒趕出我哋嘅屋村，趕出我哋嘅社區，等佢哋喺香港無立足之地。最後，我再強調一次，陌生人敲門唔開，上門要錢唔信，驗證碼絕對唔俾，遇事先打確認電話，記住呢幾點，保全家平安。